上早。魏大嫂，哎呦，家根啊，哎呦，多谢个大人大姐。好，新娘啊，大嫂带你去做个媒，哦。嘿，阿家连天大要在。娘，哎，娘，哦，将军啊，衙门已经烧好了。哦，娘，好去衙门嘞，我却不想。娘，吃饭了。哦，娘，刚刚魏大嫂是不是预料要关这紧？哎呀，是啊，将军啊，闸越逼越紧，日将一切比一切难过，娘实在是没办法。刚才你魏大嫂都出了个好主意呀。什么好主意？想叫你嫂嫂嫁出去。啊，嫁出去？哎呀，母亲怎么？请你来，好家伙，好老老一口车。哎呀，为了咱，还可以帮讨老婆。娘想想啊，倒是个办法。已经讲好了，明天就要来带了啊！娘，你怎么想出来的？哎呀，母亲，母亲啊，嫂嫂她肯去吗？这管你肯不肯呐？娘已经答应了，肯啊要去，不肯啊要去不？我告诉嫂嫂去。我滚！我想最后的风声一动，最后我打死。哎呀，将军啊，跟娘还不是为了侬嘛？他不管
我是不能到啊老，那婆婆妈我能走，见我还能我能哦，千苦万难我不怕，怕只怕要我去再讲。看那张家秀，李家少，与我一般不遭殃，几多是背叛我内再婚家呀，恰背身人少一风到天上。你是多福在江湖，神啊，神光不早来好困难。我这女她婆婆跟谁去爱到，只不过年年究竟到我心愿，做女做马，千金总得一身挑啊。婆婆啥里红心情，她真正叫我去买药。看来是婆婆她为谁在嘴里，总算是守护了自己一肚老啊。做事女相乱是马，难道是我所等明天是什么？人生走一条路，不是你是还是娘？哎，我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去死呢？我不能倒啊！对，倒啊！倒啊！倒啊！哎呀，你快倒啊！自己
看来吹到我几根烂筋，真好了。太太，今夜不过端公是忙不过来个，杀鸡在我知府里，侬晓得，我是吃素的。是啊，过端公嘛总是淘气。搿团面个为老婆子啦，没事体嘛来得个起劲，不理情个人嘛，连个影子也发现嘞。太太，老婆回来啦，长生的怎样？只有半步到阵。啊，只有半步。唉，世道变了啦，人心啊往在。太太，老爷呢？哦，只有高老夫子谈天意，你先去吃饭啊。好。哦，太太，韦老夫子来了。哦，梁医生来。不但自愿替他做了这一片木子泥，还他的生意不算轻。师傅此举真是快人快事啊！我是自孝，实践是他。这不必是为了婉拒侍奉诚心罢了。师傅此言不是小弟当面恭维，听君一席话，甚到上也是啊！哪里？可惜小弟今日从几身高职啊！慢
哦，刘父，这刘父，刘父，刘父，老爷，为老夫子来来。见过四老爷，见过四老爷。啊，伊是为老夫子娘家的亲戚，今年春天刚死了丈夫。是寡妇哦，屋里还有婆婆小嫂，因为穷，情愿出来帮佣。我看人还老实，老爷，侬快可好啊？夜夜三点来用人难啊！儿，先试试看再说。哦，大空回来了吗？回来啦，今年只收了半把稻城，啊，可什么？在账房里。喂，老婆子啊，太太，干嘛让你先试3天，回去找去？我们俩大谢谢四太太，谢谢四太太。这样子说，等侬好好做，如果3天再来哦。为老婆婆，真是谢谢你哦，自家想你们不用客气谢谢呀，你，我有分享。真是谢谢你啊。天上的妻子不祥，妻子穿得暖色好，擦得愉快日子好，一定祥。东南西北去征天，去东寻找到春天。他菩萨的半个断命的寡妇中心发结。我知道寡妇抬进山里去，一桩事情不几年。家里娘换了账，我老想了解，我老女老们最在一个家里间，谁知天不从人愿。
在西花城烟。哎呦，这寡妇难把大把来我个哈，这咱们个寡妇到底装都没醒着了。哎呀，宝刀说你放弃了呢，明明到岁个冬天就要落空子，哼，哎。这个女生手里拿着刀笼，好像是叫李少啊。是叫李少，是叫李少。小的，哎呀，媳妇。
把家里发的贡献算出来。好，老爷，他婆婆要他委屈嘛？去是要委屈嘛，俺应该走到原地，可是委屈嘛。啊，去到原地。哎呀，老爷太太，你们是两度佛度的啦。老爷太太，既然看得起我媳妇，顾了忙的啊，我再叫媳妇来帮忙。这样就算了，你还啰嗦什么？嘿，老杨，我方才算了算，一共1200人，江林少深切借用，他一文都没花，拿着他好。哎呀，给跳我呀！哎呀，老爷太太，你们是俩，不要过来，追嘞！哦，哎呀，老爷太太，你们俩啊，追嘞呀！哦，哎呀，谢谢老爷太太，谢谢老爷太太。
老老的家成亲的辰光啦，你也是寻不着的啦。哎呦，新娘子等一位吧，等一位吧。哎，好了吧，好了，都准备好了吧？准备好了呀。哎，啊，各位文女，哦，嘿嘿，喏，好好好，拿着鞭起来，拿着鞭起来，好好好，老啊，来，来来来。我还不是为侬好啊！哎，老老有啥不好了？给侬家里不晓得要好多多少倍嘞！来，巴掌，好，巴掌。哎呀，真爽！哎呀，下回！来，好，外号，来，一点点轻伤，来，帮忙，老了，在哪个北北呢？哦哟，个不要紧个，房门一关，明早就好了。吃辣椒去啊！大家准备辣椒去啊！哎，老头啊，不要忘记，不要老当那个三鸡啊，炒一炒。好个。哎，吃辣椒去嘞！哎，大家吃辣椒去嘞！老老，干我起嘴。哎，老老。爹妈，见到走开。
你查吧。走开，江道佩，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。你不能这样，你不是受着伤吗？不要你管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。天黑了，外面有野兽的。不要你管。哎，你不能这样，哟，他会不会去寻死哦？哎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，哎呀，你不能这样。啊，江道佩，江道。说你来气他，江道佩，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。你不能害我啊！为什么？我花去了许多财力，倒不去杀他。你要去徇私迷惑，闹出一条人命来，这不是害我吗？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。你要到哪里去？这里就是你的家。你今我做到，我会对你好的。先生是你，江道佩，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。都是为了你，为什么事情不讲好呢？你们会不讲好，你们二夫抢回来，我也不讲好，讲好。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。唉，真是天晓得啦！我到了今年活了30多，这种事情从未碰到过。我真是身长山羊一出怀，强求把头不为做。因此让巴托老拉没来做，十指忙高高兴兴配夫妇，有才子吵吵闹闹起风波。老大做事他事到今日才清楚，他骗我姑娘不肯将山里捞，有一位寡妇倒不错，他是你收进家钱。城中儿，十人欢庆聚在我，家贫父亲难守寡，你自己愿意家常富。什么？我自己愿意？是啊，短命的来。他问是一位将你还丈夫，二位小说讨媳妇，我花去彩礼80钱，下辈千万不算数。80钱是80钱呀，你还不知道？我不做强盗。
那我是四季好一动，一动能积多少财？打着钱管自己去管世界，平平脆脆成龙一人是红桃花做成上杯，我老罗一朝欢喜摆正对，十年心血化成灰，今生我想再把情放开，我是娶妻不成白千丈，还我的一功将好配。不要我会对你好的。
不要哭，身住嘛，身体倒是要紧哦，你喝点茶吧。你的渣似乎玩坏了。渣哦，渣不要紧，渣不要紧，只要我们不怕吃苦，渣终于办法。我有的是力气哟。小林上看火浪，哎呀，你的脚打得真快呀！阿毛，新伢子喜欢不喜欢？喜欢啊！快下来，等晚一再做好了一起穿。新伢子新当代，阿毛穿了真喜欢。弟弟快乐明明笑，妈妈看我好难看。
对得起。来，妈妈，我要得什么对？龙海的什么龙？山的龙，什么山？可以山，什么湖？福的什坡，么湖？张元福，什么长？玉兔什早，么鱼？芝麻鱼，什么子？百花子，什么板？橘子吧，什么菊？老娘子啊，老娘鸡，老娘鸡。妹妹阿猫娘，阿猫娘。阿猫娘，老罗，怎么了呀？弟弟，阿猫娘，老罗上环正刚好，怎么能让他出去当狼人？呀，虽是当到了，可自己也混到在山沟里了。我要好好的养养啊！是啊，是啊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谢谢你们，真是谢谢你们，真是谢谢你们了啊！老罗，你到底怎么了呀？没什么，你看，我不至于好了。你呀，阿妈，你看，抵挡了一只狼。弟弟，阿妈爬，阿妈爬。哎，阿妈不怕，狼吃人，我们去剥它的皮。真的，怎么成天也会遇狼呢？怎么了？都在山里烧快进去死了。这是这小狼，大母狼被他逃了。阿母娘，今天当到的野兽，上个月的利息可以抵的。刚才打了雷声，老天王又来要故障了。哎呀，老罗，你怎么了呀？我这回就会好。哦，我去做准备，做进你去。不切不下，我刚才测趋势，已经切过点冷饭哎。呀，你也真是的，上完正刚好，怎么能吃冷的呢？我去上完你的，今年弄了多。啊，阿妈，来，你到门口去高头，让你好好歇一歇，不能再开啊。阿妈，来。哎，阿妈，信啊，怎么这一张？晚玉找妈妈走，阿妈，一晚怕不怕狼啊？阿毛不爬。阿毛不怕，阿毛不怕。哎呀，哎，阿妈，快快是中国人，你要去洗弟我。弟，蟑螂。喂，到门口去坐对，你要洗一洗。哦。妈妈，我要得什么得？龙海的。
老罗上完不把痛得离眼怎么老罗鱼混到这山鱼里了？老罗，老罗，你怎么样啊？我不可自救，看来是不为常啦。小弟有夜把从小都成娘，好父娘。红尘千载事千里，我情愿起早落夜风沙，谁知啊？身在山海山月多，咋知的本领我乃外藏，要下复杂一身情。我的上怀佛把柄为
天香，只要一缕灯，青山在，一切终于万法相。大不三的，你为好起来的，你为好起来的。阿毛娘。
我知了知了，大妈会照顾你们的。去把阿毛叫来，叫大妈看的。阿毛，阿毛，你好你。阿毛，哎呀，老老，阿毛没与你。该多少年
马上就会来的。老爷，跟侬把做工的日子刚刚定了再走啊！真是，你呀，这边呢，连短工都没教好你，为啥不早点教好呢？还会瞧得出噶？每年都为团里的短工抱气，我想来想去，还是想这个蒋一嫂。强少，强少，你看看比看，总是强少。你不要隐瞒强林嫂，那一股长工比得了。他自从嫁到侯家，三子顾得到更好，还生下一个胖儿子，要他再来还还不到。好啦，唠唠叨叨，叫老公去找个短工来。一日到夜这么人家的事情，自家屋里的事情一点都不管的啦。老婆，老婆，太太，老婆啊，侬去找个短工来。太太，这些天雇短工工钱恐怕要高一些了。年呀这边嘞，有啥个办法嘞？高就高一点吧。太太，韦老夫子来了。哦，这个死老太婆倒还想着来啊。里面好像是蒋林嫂了。蒋林嫂，蒋林嫂啊，来。蒋林嫂，来。哦，见过史太太。见过史太太，蒋林嫂啊，几年不见，我看侬老得多了啦。哎呦，侬有大谁个小啊？哎呦，太太，这真是天与不测风云啊！哎，自从嫁到山里，见顾得到人女，谁知道丈夫得了伤患事，阿毛预备郎不追。阿毛，苦苦伶仃苦一趟，我又陪他8岁，逼得他走投无路难过死啦，当他来寻。作孽！我真笨，我真傻呀！真的，我但知道下些天，现在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，才会到村子里来。我虽不知道春天因为有了，我拿了一只小篮子，盛了一篮豆，叫阿妈坐在门口不等。我的阿妈是恨天挖地，我的娃句句听。他出去了呀。当我要找阿毛的时候，阿毛不见了。我急了，我就到处寻，寻到山坳里，只找到了阿毛的一只小袜子。我怕呀，我怕我那阿毛被狼吃了。我说。
真我紧紧地握着眼睛，小然前世作孽。哦，太太，夫人们总要有你的呀，这三岁不是说岁，再说也现在无牵无挂一个人，我安安心心住起在。太太，农居做做好事吧。太太，好吧，不过江林嫂啊，你在我这里做，可不能好好的离家，老爷是再犯气的啊。吕妈，侬带伊到学堂去吧。好的，好的。真是阿弥陀佛，多谢太太。江林嫂，干侬好好做哦。为了婆婆，真是谢谢你，江林嫂，侬也不要难过啦，挂来挂去，只怪侬个命不好啦。是啊，是的呀。强嫂，他来做什么？说起来嘛，真是作孽了。伊第二个丈夫遇死了，他儿子还会陪郎偷走。我想呢，屋里总要有人，所以把伊留了来了。什么？荒唐！荒唐！两次寡妇，你怎么还把他留下呢？你总是把他留下嘛，那就算了。不过，用他帮忙还可以，做佛上功德差钱，即是用品，不许他转手，这只是不管不听，祖宗宽解要讨厌。我叫阿毛坐在门口抱头。哎呀，江林嫂，侬面到底讨好没有？啊，你？哎呀，我还没有讨。哎呀，江林嫂，哎，江林嫂，后来怎么样啦？是啊，后来怎么样啦？找到三奥，只找到了阿毛的一只小王子。阿毛你？阿毛躺在仓库里，肚子里的葡萄都被狼吃
切可怜。我不啊，家里说一个人。哎呀，我还没听过你，再讲一遍嘛。再讲一遍哦。真。贾玲嫂，不要再讲了，太太已经来不发脾气了。爷爷到呀，我真笨，我真傻。这样。我真笨，我真傻，从此换风自心话。不负长相思梦，贾玲嫂虽是可以当年华。啊。
老公，侬听见吗？你看见这里走了三路，快点与我去天堂。真像个西施面孔啊！人家刀呀为得没笑容的了。天到落雪啦！啊，落雪啦！哎，我真傻呀！我哪知道下些天，现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去，才会到村子里来。我虽不知道春天也会。哎呀，江林嫂，侬又来了，撇长，撇长，啊，哦，哎呀，江林嫂，对吗？我会擦的呀。哎呀，江林嫂，侬还不晓得，侬做了2次寡妇，侬搿双手不干不净，搿种东西，太太是不让侬碰的呢。江林嫂。侬头上个疤不是那时候长起的吗？啊，疤？哦，哎，江林嫂，我不侬相信啊，侬实在是不算呐。天
相信啊，侬不相信，那么多妇女里高超不能看看哦。侬看，这上面不是画着十年阎王通关小鬼吗？怎么办？妹妈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办法倒是有，只怕侬办不到。妹妈，你快说呀，江林嫂。你万事去到主席土地了，去转我们看做替身，让前人台凡人话，所以这件事他才你那妹妈，妈，他打牌吃好了吗？哦，
我与那两个藏伏在金丝中，夜光要把我一举两断分。
什么？是没有什么呀？去就要门槛。对呀。侬个才艺倒是蛮重哦，不过侬要卷门槛，侬哪个卷得起来？我说爸爸，就业要门槛究竟要多少钱啊？总要20千。20千？那你怎么卷得起？本来嘛，苗子爸爸，苗子爸爸，你总要做做好事啊！我每个月只有500文啊500文啊！搿我再帮侬核算核算哦。哎呀，搿人工没了70，至少也要12千。12千？侬每个月工钱500文，做满2年，勿就12千了？12千是最少，最少侬就勿诚心，勿诚心，侬就是卷出来，勿灵了啦。从今日。
讲说的人都是阿弥陀佛，就是不明黑色啦。吹好了，吹好了，吹好了，门开一条。讲说用门开最好啦。哎，我门开最好了。鸟子是正在吹头，乱世要接近到走好，三十了不见去，与四才宽一层高，自从把你都转过去，13日难不了，从今起人啊人关，我的心好重要啊！讲说弄个菜叶都比门开点低啦，姐妹啊，我可以穿云啦。哦，云吗？哎，阿婆，你们入库的时候也帮我去等一等啊。好的，好的。老爷吩咐三府里。
槛卷过了呀。什么门槛？不门槛。老爷，我的罪已经受过了呀。说贼？你还想说贼？我想是我上风把手，一时也说不了贼。哎呀，千岁万岁，千岁万岁！我快去问一问，哎呀，将领上就说是3个年前，哦，他都讲什么？叫他滚！老孔，老杨，把他的供节算出来。立马龙报户。哦，这里关照故意，这上东把手的检太吕不得呀，总管我也是心儿快一口的，谁知道以为变成这个样子了？老杨，公杰他全都哪去了？只剩下几十个女人。叫他快滚！
啊！
何人去追梦那看？花去我公子才情，曾是那天下的人民都可说啦，巧我的人民曾去梦，轻薄的啊呀，轻薄的啊。我要告诉去，我一定要告诉去。我到哪里告诉去？我到哪里告诉去？我到哪里告诉去呀？夫家人，我们最亲热吧。